到勾勾公好发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怡姐，我上次到客家庄去啊，哇，吃了好多好棒的客家美食哦，像是有客家风肉啊、客家小炒啊，其中呢有一道我超喜欢吃的，那就是客家的杭竹肉。说的那个杭竹肉啊，我也好喜欢吃哦，这就是客家咸猪肉啦。而且啊，这个杭竹肉啊，它被烤得香香酥酥的，如果再加上一点点的蒜啊、醋啊，真的很下饭哎。这个饭呢，就叫做炝饭。白饭就是炝饭，杭竹肉呢跟白饭真的是超级对味、超绝配的，所以我吃了好几碗的炝饭哦。那其实呢，早期的时候客家人很勤俭，而肉类呢又是很难得的食材哦，所以呢，为了担心肉类会坏掉，他们就用氧来腌制猪肉。你刚刚提到的氧就是盐巴的意思哦。那么用盐巴呢腌制而成的咸猪肉真的很好吃，因此今天要教给大家的呢就是咸猪肉用全盐巴腌制而成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杭竹肉用全盐卤鸡，杭竹肉用全盐卤鸡。今天勾勾公好发带你一块来品尝这好吃的客家咸猪肉。也是来到客家的杭竹肉。谢谢，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哎！你爱做any客家运动好吃的杭竹肉，真的哦，我来试试看。素月姐，杭竹肉啊，配炝饭啊，懂后丝很对味哎。杭竹肉只係用鹽去滷，所以呢，懂炒飯懂好些。真的，我要叫老板教我怎么样腌这个咸猪肉。老板，那杭竹肉要怎么做啊？你主要嘅是用鹽嘛，哈，用鹽是攞去掃掃啊，因為到你加了胡椒，唔係香料，你自己加，好，國砂做係冇香料，看起来这个杭竹肉还真的很下饭哎，真的超下饭。不好意思哦，我吃了2碗炝饭。我的老天啊，2碗会不会太多了？好像有点多哈。赶快帮大家复习一下今天教给大家的客家话。首先帮大家复习的就是敏华吃下2碗白饭的咸猪肉，就是杭竹肉了。杭竹肉就是咸猪肉，而炝饭就是白饭。白饭就是炝饭的意思。同时呢，今天也告诉大家了，杭竹肉呢是用氧腌制而成的，氧就是盐巴，氧就是盐巴，没错。最后要帮大家复习的就是咸猪肉用全盐巴腌制而成的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杭竹肉用全盐卤雞，杭竹肉用全盐卤雞。今天勾勾公好发就带大家好好品尝了一下这客家美食哦，我们下次再见。